Hello， 各位迷嘅聽眾，大家好，我係金利豐嘅黃德基啊。今日咧，港股咧就係終於咧都有即久違嘅反彈。尋日恒生指數一個現金四天啦嚇，相對強嘅跌翻咧，係一個底背馳咁啊簡單，大家都知咩嚟㗎啦。控咧就都算係咁，表現咧都唔錯啦，有翻啲反彈，一啲中資內銀股都弱咗好多啦，係啦，之前講咗好多個原因俾大家聽㗎啦，包括係咁多內銀買得邊隻啊？唔通買晒成套儲齊全套12生肖咩？咁啊好難嘅，咁啊但係即係好多負面嘢都反映晒之後，再加埋個估值亦都即係一個去到一個好低殘嘅水平咧，有翻啲即係技術性反彈咧，在所合理嘅嚇。咁啊當然即係強勢股繼續強勢，包括我過去經常推介嘅外股，銀河娛樂真係非常之咁勁咁嗰隻啦嚇，都唔使講嘢啦。另外咧澳門博彩嘅股份當中咧，二線嘅有6月13啦嚇，過去都有講過，即係重建漁人碼頭概念之外咧嚇，即係除咗呢個澳門勵駿咧，呢一個6月13咧亦都有個概念嘅，就係話佢哋咧會嚟緊咧係起一個最超豪嘅酒店嘅品牌。咁啊記得咧佢哋即係當其時搞咗好盛大嘅一個即係話晚宴咧，咁我都有參與，咁啊真係幾誇張下嘅嚇，即係嗰種豪華程度。咁啊寄望住佢咧就係除咗澳門勵駿之外咧，亦都會有個好嘅表現咧，就係建基於咧佢可以起到啲超豪嘅酒店啦。咁啊當然咁整體而家咧啲澳門博彩股今日亦都有券商嚟出嚟講，就話勵駿好似貴啲，咁啊6月13啊可能仲抵啲，咁啊大家就可以睇住啦。不過今日咧抽高咗之後，曾經大幅上升之後咧，升幅都有啲回落嘅嚇，即係個有啲收窄嘅。咁啊即係都係繼續強勢股，繼續強手，好似啲澳門博彩股以外咧，就係啲科網股啦，即係 IGG 繼續創新高。亦都有講到就係話未來騰訊咧，咁可能咧喺即係佢哋即係未來嘅即係推廣呢啲手遊嘅模式嗰度咧，都好可能好似即係未來一啲競爭對手咁啦，譬如有啲分成啊等等，咁啊令到啲手遊股份咧就全面係炒上，咁啊亦都係成為市場焦點。咁當然即係見高追高係一定係有風險，咁但係強勢股繼續都係強勢咧，過去都有解釋過，亦都係繼續可能會發生嘅呢個情況嘅。好，今日講住咁多先啦，聽日再傾過啦，拜拜。